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9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篇，内容记下卷18章第9节到18节，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年轻的服侍者。常常听到人讲，教会将来是少年人。教会会望伫迄个囡仔或者是讲，若无少年人，教会就无有将来。这是咧针对着怎样讲少年人流失的问题，常常听到的发言啦吼。但是如果咱真正认真来去想吼，教会无有未来，无有人要来，或者是讲教会若有人真正欢喜入来，无论这个少年人、长者还是囡仔，因拢是教会的将来，嘛拢是教会的望，敢毋是？到底教会需要什么款的人才有希望？用年纪来看吗？当然嘛毋是，其实爱用认同、委身、参与来认定。伫希西家王的时期，以色列王何西阿第9年的时阵，以色列遭受到撒玛利亚的攻击，迄是因为因背叛这个这个违背这上帝的约啦吼。因无遵行上帝的话语，这才是教会无有将来真正的问题啊！列王记下卷18章第9节到18节，希西家王第4年，就是以拉的囝以色列王何西阿第7年，亚述王线接撒曼以色上来围攻撒玛利亚。到第3年的年尾，就是希西家第6年，以色列王何西阿第9年，撒玛利亚受攻击，受攻破。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掠去伫亚述，互因踮伫咧哈勒高山的地区，哈卜的这个河边，以及米底亚的人的城，因为因毋听趁上主。因为上帝的话违背因的约，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因的，因毋听从，毋遵守。以西家王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所有的城，佮甲因占领。犹大王希西家派人去拿结见亚述王讲：我有得罪你，求你撤军离开我，无论你要求什么话，我拢答应吼。对安尼，亚述王来刑罚犹大王希西家银10000公斤，金1000公斤。希西家就将上主圣殿甲王宫府库所有的银拢互伊。希西家佮将上主圣殿门顶的金，甲伊家己包伫条顶的金拔落来，交互亚述王。亚述王对拿结派元帅、将军甲总司令带大军去耶路撒冷，希西家遐，因上来到耶路撒冷，伫遐上帝的水沟边仔。伫票报场的大路遐，因大声叫王，就有希律家的囝宫廷的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夏别纳，以及阿撒的囝史官约押来见因也好那亲像伫保罗所写的批信。互这个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所甲咱提醒的，你若将下面的事教示兄弟姊妹，就会当对所信的信息甲所顺谈健全的教示来得到培养。
诚做基督耶稣的好册用，着拒绝这会粗俗、空洞、无影者的传说，为着敬虔的生活，为着继续操练家己。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，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，因为对现在甲将来换命应允。即句话通相信值得完全接受。为着即个，咱出力着外为，因为咱会望伫真活的上帝，伊是正人，特别是信人的救主。你着将这个代志甲因温群甲教示，劝勉甲教示吼。毋过呢，毋通互因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，着伫讲话行做疼心、信心、纯洁做信徒的模范，着伫伊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示伫到我来。毋通忽略你所领受属灵的恩赐，就是通过先知的信息，长老团换手赐互你的这个代志，你着专心致意去做，互众人通过看到你的进步，你家己着谨慎，你的教示嘛着谨慎，这个代志着坚持去做。安尼做就会救你本身，甲听叹你的话人。保罗的教导非常明白，少年人爱诚做将来的这个望，除非你有认同、威信甲实际参与，诚做人的模范，安尼才有望啦吼。诗篇第一篇，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行歹人的路，无坐侮慢人的位，只有爱上主的律法，每日夜读也想伊的律法。这款的人真有福气，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叶嘛无打去。伊所做的一切拢兴旺。歹人就毋是安尼，伊亲像粗光，互风吹散去。所以审判的时，歹人伫上帝的面前行袂牢。侪人伫义人的会中嘛是安尼，因为义人的道路上主在看顾，歹人只有灭无一条路。求主帮助阮学习认同教会，并且愿意学习委身伫教会，诚做教会服侍者。阮不但诚做上帝忠心的仆人，佮无互人看轻阮年轻，互阮伫服侍中间，会当诚做教会的望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